来看空雷风台，今仔透早已经进攻做中度风台，路线佮继续往南，接近台湾东南部的外海。气象署按算上紧暗头就会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三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拜四的透早风台的暴风圈就会接触台湾的陆地，因为风台中心通过台湾的天顶一直到拜五的透早，全台湾拢会风头好大。也毋过风台的路线变化是个真大，要随时注意。 中度风台空锐，风台目真清楚，速度比过去较紧小块，强度搁咧变强。目前是以每点钟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咧行。风台愈来愈接近，气象署上紧拜二暗头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三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桃园以北甲东北部会落雨，局部地区有大水雨。暗时开始雨势搁较剧烈，按算拜四到拜五透早，风台中心通过台湾，全台湾是透强风落大雨。从周四到周五的清晨是这个台风对我们影响雨量最明显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东半部都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所以东半部一定要特别留意这种可能会造成坍方落石的情形。那至于在北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气象署提醒讲，风台路线有关有无确定性，按算拜三发布的陆上警报范围，该看上新的路线来定。民间的气象公司预测讲，按算是拜四透早开始，风台的暴风圈就会开始卡到东南部陆地。伫暗头到暗时，有可能伫台东县遐登陆，时到强度会达到中度风台上限的等级。相较昨天来说是稍微往南修，那其实有更多的预测资料指出其实它还有再往南修的机会是还有可能的，甚至不排除说走恒春半岛，甚至到巴士海峡一带通过，这个都是目前有机会的。所以在接下来24小时内，它的预测路径还会有很大的变化。风台渐渐接近，加上东北风明显偏强，气象署已经发布强风特报。拜二开始，桃园到云林沿海较快地区，也有恒春半岛、红头树、绿岛、平湖、马祖，到有9级到10级的强阵风。拜三开始风势搁较大，台南以北沿海较快地区、苗栗到彰化地区，拢会感受到强阵风。沿海风真强，起大影，请民众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